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防止诈骗讲台语。唔知各位观众朋友敢有网络消费的经验呢？无论是透过网络平台买衫、买册，还是买游戏的点数，拢真方便哦。不过啊，就是因为遮尔方便，伫网络顶面啊，常常会拄到网络金光党啊，就是华语讲的网络诈骗集团。那安尼啊，到底咱要安怎来预防网络金光党？佮有啥物款的台语句型会当使用呢？今仔日个百讲讲台语啊，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唔知大家敢有看过这种广告咧？手机未成年免过件，一半就好。iPhone 16半价出售。大家认为啊，这款广告是骗人的，还是合法的广告咧？像这款啊，替你解决法规禁止的代志，还是看起来真好康的，大部分啊拢是骗人的啦。所以啊，若听到这种广告，咱唔好想讲啊，这声我互我赚到啊！天顶啊，买白白的落好康的落来啦。广告写甲愈厉害，咱愈爱想讲啊，这看起来怪怪哦。若是同学看到这种广告找你参详，咱就当应讲啊，这个广告敢是真的？若违反法律的规定的，咱就会当用较理性的方式，咱来讲啊，迄法规禁止的代志是安怎伊会当做咧？原价遮贵的物件，哪有可能算遮俗？互安尼来互同学思考一下，唔好冲动啊！另外一种形式的网络诈骗是网络交朋友啊。伫网络顶面，咱看袂到对方生做安怎，咱看到的资料，包括对方的相片啦、年岁啦、读的学校啦、经历啦，甚至是兴趣者呀，拢是对方安怎写，就安怎准算，唔知是真的还是假啊。所以，若是咱的身躯边有朋友甲咱讲我伫网络交到一个朋友呢。伊感觉甲对方真讲有话，想要有进一步的来往甚至是讲要去找对方的，这时咱正做对方的好朋友，咱就要提醒伊讲网络的资料、开讲的过程，拢是会当设计，无一定就是真的呢。也是讲咱会当甲考劝讲恁爸母敢知影这件代志？头几摆见面，上好是爱有大人陪你做伙哦。安尼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无好的代志。网络世界真真假假，人的心肝嘛是有好有歹。咱也是着细致，这袂造成家己，也是造成厝人的损失咯。复习。这个广告敢是真的？法规禁止的代志是安怎伊会当做？原价遮贵的物件，哪有可能算遮俗？网络的资料、开讲的过程，拢是会当设计，无一定就是真的。恁爸母敢知影这件代志？头几摆见面，上好拢爱有大人陪你做伙。各位观众朋友防止诈骗讲台语，会当保护家己恁嘛会当试看卖哦。今仔日个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